伊片米含中国的边界这边穿做大水，引起水崩山。美国的 CNN 含路透社报道指出，讲当地官员是认为26早起有地动所引起的，不过有专家是讲呢，因为这气候暖化造成冰川扬起，搁再加上地动，才会造成严重灾情。根据外国媒体报道，灾害发生迄天早起8点半左右，美国地质调查局测到中国甲尼泊尔的界界发生规模4.4的地动。伫这个时间点，有大量的冰岩开始放落来，所以有尼泊尔的官员认为讲，地动是引起这个灾情的原因。不过，美国地质调查局的专家了后就回回讲，苏当时伫咧下的并不是地动，是冰岩放落来本身造成地壳的震动，而且规模差不多是5.2的地动，比原底估计还阁较大。根据专家的推测，中国甲尼泊尔界界冷冻离凉风附近，冰河放落来，带来大量的冰架甲岩石，顺山架规个劈落来7,000英尺。这个含水量真悬的土石，呛落下骹的伦德河，而且沿路造成大量的破坏。伫这个灾情真严重的吉隆口岸，真侪岸边的人家厝甲车，拢规个冲下去，而且有侪人死亡甲失踪。这种重大天然灾害对尼泊尔来讲并无青分。过去10多年来，都有几届无共原因的灾情，亲像2014年，因为崩山造成松科西河形成崩山湖，有甲1个月的时间，水位拢会维持警戒。过当年，佫发生7.8大地动，加上崩石、崩山、甲土石流，造成大量的伤亡。也若去年是落大水雨，溪水规个涨起来，甲界桥甲水力发电厂是严重受损断。不过，这一届出代志进前并无落大水雨。专家为卫星的相片，知影这一届灾区溪流的水头并无大型的冰河甲湖，所以上基本会致使冰河放弃的原因，嘛去用排除啊。因若这一届大量的冰岩放落来，造成灾情详细的原因，专家认为讲要需要几礼拜甚至几个月研究，才有法度来确定。不过，以喜马拉雅山区的地理条件，因为气候变迁长期造成冰河扬起，嘛互冰岩搁较会放落来，造成这个所在伫咧暖化的环境之下，搁较无稳定。公司新闻，齐家人编译。